台南市南区有一栋6层楼的透天厝，惊中昼发生火灾，这警消甲3个人救出来，其中一个富人人找无到，落尾伫咧电梯内面找到人已经是昏迷不醒啊，送病院犹原救无回来。专家也要提醒讲，火灾来的时阵一定要行安全梯，袂当坐电梯。 大火甲乌烟一直为铁片加盖的厝楼尾顶冲出来。台南市南区圣南街这栋6层楼的建物，这中昼大火，加上通报至少4人受困。有人看到妈妈吗？被救出来民众紧急送医，有人衫被烧坏去。消防局第一时间救出3个人，不过家属反对是69岁姓陈的妇人也个失联。女性大约年龄是70岁的妇人，她在火场是失联的。 就是屋主他联络不上他，然后我们在3、4、5、6各层楼逐层搜索，也一直找不到他。火拍发了，消防队员来回敲锤，才在6楼电梯内底发现，不幸是人已经明显死亡。一搭电梯如果在火场发生这个期间断电了或停电了，你就整个被困在电梯间里面。 那你困在里面的部分，发生伤亡的几率就更高了。专家提醒，火灾时阵看到乌烟，代表伫啲所在已经被污染，无适合往电管、往下骹逃生，爱做病避难。防火门关起来，避伫安全所在，也唔通坐电梯，因为内底唔是密闭空间，无法度阻隔乌烟。上下移动造成暗病，会出现瓦塌效应，将乌烟散去每一个所在，增加伤亡的几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